呢個世界其實有好多字。對於我哋兩父子嚟講，每一個字都係一件工藝品。我唔係藝術家，我係一個招牌佬啫。做一個字唔難，但係做好每一個字絕對唔容易。橫豎撇捺折勾點，點樣掌控一筆一畫嘅比例同結構，正正係技藝嘅所在。所謂微妙，就係要喺微小嘅部位做得精妙。對自己嘅要求有幾高，見作品嘅境界就有幾高。個商標，全香港嘅人都話冇辦法做到。我咧做嘢勤力，就肯研究，終於俾我啤到。我一個人日做夜做，去供個仔讀書，咁啊讀到大學畢業為止。好多人話呢行式微，但係其實字從來都冇消失過。佢哋只係由以前要抬起頭望嘅招牌，走入今日要耷低頭望嘅手機。無論時代點樣變遷，字都係俾人使用嘅。於是我決定同老豆拍住上，一齊去復修李伯伯嘅書法，希望令呢個世界多一套美感同實用性都兼備嘅中文書法字形選擇。兩仔爺，男人大丈夫，都好少講呢樣嘢嘅。我每次見到我哋嘅作品，我又好有成功感，好感激。字做出嚟就係俾人睇，以人為本係我做每一個字嘅原則。父親節，一家人去食餐飯，放日假，輕鬆下。希望佢每次用呢個鬚刨都諗起我呢個好拍檔啦。